来看婚礼的赛例各中，注重着学生的课业，嘛鼓励学生发展着运动的专长，全力来培养着文武双全的学生。果然，除了进入读册之外，参加今年婚姻馆馆长杯的运动锦标赛，嘛摕到真好的成绩。透早田径队学生就已经规身躯动汗，虽然训练真辛苦，不过因拢未感觉忝，就是只拍拼咧练习。实力各中的田径队的同学，才都伫即摆秋季冠军杯锦标赛发挥上好的表现。这样练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？不会，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事情。这摆比赛学生的表现真无简单，伫个人100公尺跨栏甲团体大队接力拢有吊顶，学校竟啊摕到田径总锦标的第3名。今年也非常高兴能够获得秋季县长杯非常多的荣耀。除了鼓励学生发展运动的传统，学校嘛真注重学生的功课，伊嘛讲培养每一位学生拢会使文武双全。其中就有一位同学王科生，无奈伫这摆比赛中表现真好，学业成绩嘛是全校第1名。平时就把老师给的课表要做好，确实，就是平常就要努力练习，在比赛才能发挥出来。不管是田径运动，还是课业的学习，拢会使感受到这学生拍拼无放弃的精神。